到最高嘅歡迎。但係我哋廿首先啦，好唔好？但我我哋試一次，3、2、1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。但係咧，我 respect 你哋，聽聞佢哋好多人係唔知今晚嚟緊邊個表嘉賓嘅，但係佢哋出咗嚟先，都見晒㗎啦。嗱，今晚我哋嘅呢啲話咧，我覺得其中一個大家最期待咧，當然就係我哋大抽獎啦，冇錯50萬啦、20萬啦、10萬已經哇，簡直金多寶咁啊！冇錯，跟住嚟緊呢位表嘉賓咧，喺新年嘅時候同我都一齊咧，同六合彩金一寶有過一段緣同埋擦身而過啊！講到咁，你哋應該知道今晚嚟緊呢位表嘉賓係邊個未啊？邊個話？邊個話？我哋一齊嚟請Eden盧俊樂。大家好，hello。你傳到我不幸，未留在你內側，熱熱吻。然而對你，我無法太安分，但求是沒遺憾，盡力是做怕餘生。良心會斥責我，從未陪襯。只想找一個能關懷的伴，讓人太一般，無一難可自滿，全心厚待你，年年功倍的事滿，就是愛是最好的，亦然我們一起都給背叛，夢想越想越悲觀。誰曾如獲至寶，千金也不滿，明明並不圓滿，然而若少沉悶，怎可敢談判？還強聲壓帶來更重災禍，熱情未變實力，帶領我致命有團火。如果老天有眼，派你來扶起我，只想找一個伴，能關懷的陪伴，讓人力太一般，無一難可自滿，全心厚待你，仍然功倍的事滿，就是耐性最好的，亦然我們一起都給背叛，夢想越想越悲觀，誰曾如獲至寶，千金也不滿，明明並不圓滿，然而若少沉悶，怎麼敢談判？求別讓我遺憾太滿貫，也許最後是輕這苦，要讓我親我，你話會喜歡我，80歲都未踏上半，我也算是笑着蓋棺，即使走過去，越走越不樂觀，但亦再已不管，情願調整自我觀，茶杯未滿，仍然裝着大半，盡力做我這手牌，若無法換，一生都給背叛，跨越這份悲觀，亦或無盡錯戀，讓我學會辛苦，今年錯了大半。
，Hello 大家好，好榮幸，好榮幸今日嚟到呢度可以同大家見面啦，大家都係同一間公司，一個大家庭，大家一個屋檐之下係咪？係咁就希望大家來年都繼續開開心心啦，工作之餘都係開心地工作啦，同埋就大家一齊賺多啲啦。呢個最緊要啊！你哋賺多啲，我又賺多啲，一齊大家一齊幫互相帶動。喂，話時話，其實你都應該一出道開始都嚟公司 NAD 嗱，數數埋埋應該都差唔多8年時間係咪？有冇啊？係咪啊？嚟咗咁多時啦，唔係啊，因為再過多2年，可能重複獎啦上台攞㗎啦，睇到你10年嗰啲，所以都想講啲差唔多咧，就有冇一種即係時光飛逝嘅感覺？呢個熟悉嘅舞台啦，有熟悉嘅同事啦，但係今年亦都多咗一啲即係師弟加入啦，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啦。有冇都覺得時光飛逝啦？絕對係飛逝啦！當初出道我21歲，而家29歲，係啦，咁所以好開心喺呢個大家庭，同埋即係大家都見證住我哋成長。咁冇錯，即係你所講又有好多新嘅下一輩啊人才啊，自己都變咗個師兄，都係幾神。咁就希望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咯，繼續可以呢個一家人可以更加多有多元化嘅嘢帶到俾大家睇，大家都可以繼續喺呢個大家庭開開心心咁樣一齊去生活，一齊去工作啦。醫師兄，嚟緊今年有冇啲咩目標同大家即係 share 下透露咗先啊？目標啊，或者嚟緊咩計劃，即係會大家都會見到咁。計劃嚟緊將會出歌啦，咁同埋今年應該都會有劇集嘅拍攝咯，所以就都係繼續努力工作，希望出咗啲歌，希望下次就唔使再做醫先生好咯。